僕人敬聽三代經課，6月8號，聖靈降臨日，詩篇104篇24至到35節。耶和華，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遍滿了你所造之物。那裏有海，又大又廣，其中有無數的動物，大小活物都有。那裏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力威亞探游游在其中。這些都仰望你，按時給他們食物。你給他們，他們就拾起來；你張手，他們就飽得美食；你轉念，他們就驚惶；你收回他們的氣，他們就死亡，歸於塵土。你差遣你的靈，他們就受造；你使地面更換為新。願耶和華的榮耀傳到永遠，願耶和華喜愛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動；他摸山，山就冒煙。我一生要向耶和華唱詩，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的上帝歌頌。願他悅納我的默念，我要因耶和華歡喜。願罪人從世上消滅，願惡人歸於無有。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哈利路亞。詩篇104篇呢一段係講述詩人讚嘆神創造萬物嘅智慧同豐富，天地海洋生物皆由神而嚟，佢供應生命所需，一旦收回氣息，生命即歸於塵土。但當神嘅靈吹氣，萬物又得更新。詩人以敬畏同埋歡樂讚美神嘅榮耀同創造之功。當中有幾個學習嘅地方。神嘅靈係創造同埋更新嘅來源。第二，萬物依靠神供應，提醒我哋謙卑同感恩。第三，敬拜唔單止係感恩，更加係對神榮耀嘅深刻回應。反思問題：我為着神嘅創造同供應，係咪有從心而發嘅敬畏同讚美呢？實踐行動，每日花5分鐘觀察並且感謝神所做嘅自然事物，例如陽光、花草、雨水等等啊。讀經分享。今日想講嘅特別字就係個臉字。第29節，你轉臉，他們就驚惶。我頭先呢就冇讀到臉呢個音嘅。你轉臉，你轉臉，呢個就似係我之前講嘅約定俗成嘅音。你覺得喺香港聽人講廣東話，多啲人講你的臉定係你的臉多啲呢？ LIM 5臉，我自己通常就只係講個臉字就算啦。你呢？留言分享下。今日想藉住呢篇詩篇講下用喉嚨聲嚟讀同埋用丹田嚟讀有幾大分別。我就以104篇31節為例子啊。願耶和華的榮耀傳到永遠，願耶和華喜愛自己所造的。呢個我稱之為喉嚨聲，即係我而家講嘢嘅方法。但係如果用丹田呢，就可以讓我哋嘅感情同氣傳達嘅意思更加透徹啦。願耶和華嘅榮耀傳到永遠，願耶和華喜愛自己所做的。點為之用丹田呢？基本上你喺做 sit up 嘅時候起身嗰一下，你發覺心口同個肚腩中間嗰一節好似用緊你嘅腹肌，咁你就基本上係用緊你嘅丹田嚟講緊嘢啦。幾時會特別覺得呢度頂住呢？你咳嗰陣時就會啦，咳幾聲嚟試下，你就會摸到你喺個心口同個肚腩嘅中間嗰嚿肌肉就會硬咗頂住嘅感覺。
基本上呢，如果你用氣講嘢，你就會喺嗰個地方係會有繃緊嘅感覺。呢個都係用緊丹田嘅其中一個指標。大家不妨試下，用喉嚨聲講同用喉嚨聲講係好大分別㗎。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歡迎你留言啦，我哋一齊討論下，彼此造就。願主祝福大家。